就在妈祖庙的东边，就在月经港南边就是月经港。田小姐厂哦，就在月经港北边呢，点心厂南边呢。70年的交流，缅甸交流。民国44年，还有他们电影家酒，还有电影检查好像是电检处负责审查影片，比如说准演证，电影需有准演证，只能演出院，演出完毕后，须将准演证一同寄回新闻局，每4年核准一次。以前看电影不容易，电影的产生也不容易。容易。